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嘅頻道 Healthy Life Diet Food，我係駐場營養師阿 Friend。上次講咗急性痛風嘅三大法則，今次咧就同你哋 share 翻一日嘅急性痛風發作餐單。急性痛風發作一日餐單有兩樣嘢要講清楚，就係急性痛風發嘅時候咧，個普林含量咧係會建議400毫克或以下，越低越好啦。咁同埋咧，水咧一定要飲好多，要飲8到10杯。如果飲茶嘅話咧，可以飲無糖嘅茶。早餐食飽飽，雞蛋2隻，麵包2塊，低脂奶1杯，士多啤梨8粒，總共普林含量22毫克。晏晝可以食白飯1碗，再加番茄豆腐煮雞蛋，再加白灼菜心。如果想飲湯就滾個冬瓜湯，再加8粒合桃，普林含量只係80。晚餐再食白飯半碗，攞啲蛋白嚟蒸個水蛋，然之後再加冬瓜片2碗，再加多杯低脂乳酪做甜品，普林含量只係40。希望呢個急性痛風飲食搭配大家都鍾意啦。如果鍾意嘅就 like 同 subscribe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